清明時節雨紛紛，通常去墳場嘅人都係拜山。遊墳大吉利是咩？但偏偏有人熱愛遊走墳場，去香港嘅仲唔夠，仲要走勻世界各地大小墓地。旅遊經驗豐富嘅旅遊作家林輝就係其中之一啦。嗱，我諗外國墳場有好多好有趣嘅地方啦。咁第一就係你可以喺墳場裏面咧，其實見到佢哋嘅文化，見到佢哋歷史，見到佢哋藝術。有一啲墳場咧，佢哋係即係成個好似藝術館咁樣嘅，即係每一個墳都係雕塑。有啲地方可能佢有唔同種族或者唔同宗教嘅墳場，咁佢哋都意味住一笪地方佢自己本身嗰個歷史文化或者社會結構咁樣。林輝幾年前開始遊墳，幾年間走遍世界40-50個死人之地，透過墳墓尋找一個國家嘅過去，由巴拿馬嘅法國墳場、華人義莊同美國墳場，認識巴拿馬運河同巴拿馬國家歷史興衰，去過南美最靚嘅布宜諾斯艾利斯墳場，尋找貝隆夫人之墓，玻利維亞平民墳場就走可愛路線啦，可以按照先人喜歡嘅風格設計墳墓，一格格似足格仔鋪。而林輝最難忘嘅就係波斯尼亞嘅薩拉熱窩墳場。薩拉熱窩啦，因為薩拉熱窩喺92至96年咧，佢曾經有一個嘅圍城戰爭啦，咁啊被包圍咗4年。咁呢4年裏面咧，死咗可能講緊萬幾2萬人。咁佢哋因為冇地方去安葬啊，咁所以咧就全部都安葬喺個城市入邊。咁變咗成個城市裏面咧，成日都會見到一啲白色嘅柱，好似一個樹林咁樣。咁係一個好震撼嘅一個地方。林輝自稱最怕鬼，只會日頭先行墳場，但遊墳年資咁長，總有啲特別經歷啩。得人驚嘅地方咧，一個就係我喺格魯吉亞行山嘅時候咧，咁遇到一個墳場，咁佢哋嘅墳咧，全部咧嗰個墓碑咧，都係一個人咁高嘅墓碑，然之後佢上面咧係印咗成個人嘅樣嘅，由樣到個身，成個印咗上去嘅。我嗰時係在傍晚行過去，咁啊真係嚇到我咧，即係點解會有紮人無端企喺嗰度唔喐嘅咧？咁樣非常之恐怖。咁啊，仲有一點啦，就都幾緊要嘅，就係對旅行者嚟講咧，就係墳場咧絕大部分都免費，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去處咯，其實。